當印表機出現錯誤信息、部門代碼錯誤嘅時候，一般表示為印表機設置咗部門管理，但係電腦並未輸入相關設定。喺 Windows 11操作，先到開始點按設定，點選藍牙與裝置，點選印表機與掃描器，選擇目標印表機，點選印表機內容，於內容按裝置設定，點按管理員。如冇管理員按鈕或唔能夠點按，請諮詢你嘅電腦系統管理員開放電腦權限設置。選擇部門管理，剔選部門管理，輸入使用特定帳戶 ID， 亦即係相應用戶之部門代碼。最後按確定完成。喺 macOS 操作，先到啟動台，開啟 Kyocera Print Panel， 選擇目標印表機，點選 Job， 剔選 Job Accounting， 輸入 Account ID， 亦即係相應用戶之部門代碼。最後按 Apply， 然後按 OK 完成。